咱来听故事。天上起起起，草木啊夸夸夸！啊，大家好，我是西老大呀！我这个无烦无恼的人生哦，真无聊，不如先来体一下。哎呀喂，等下才来烦恼，讲要烦恼什么啊？哦，今仔日天气这么好，应该招好朋友做伙出来佚佗。嘿嘿。好食的吧？我下晡走去倒位啊？好啊喂。原来是咧眠梦啊！哎呀，不过是什么人害我这个肉无食着？不是我啦！是你啊！哦，不如我甲你抓来，踢出去芳。小等下啦！我知影啊，迄个我有一个真好的建议，你先听看卖下好无？建议啊，你是要建议讲甲你摕来吹，还是摕来烘哦？唔是啦，迄个你先坐落来听看卖下的，我保证我一定袂落跑啦。好，跟你讲，迄个若是你放我线吼，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。哦，报答什么报答啦？人咧讲吼，咱马冇一部赚的，而且哦，我是什么咱马哦，我是勇气。哦，碰风水鸡太无吧？你这个碰风鸟鼠，肉是几斤重啦？哎，我无碰风啦，你相信我。你看哦，我足够跳的，哇！而且哦，我阁足气力的哦，嘿，哈！对啦，我阁会晓最后一招，我会晓变魔术哦，嘿，一、两、三，变做囡仔嘞！哦，真厉害！赞！啊，鸟鼠啊，你会当走？哦，真是的哦，多谢西老大的，免多谢啦。多谢西老大的，以后我一定会报答你啦。我先来走啊！哦，你走。这鸟鼠啊，表演甲真好，真欢喜。妈呀！天上起，草木啊夸，我这里无烦无恼耶！我竟然跋你梦仔来，我真正趁6年转来前紧逃走，若无我人生就乌有去啊啦！救命！西老大，唔免惊，我来啊！太准了，有救啊！嘿，是你，你这鸟鼠仔囝会当创啥货啊？娘咪你就知影啦！哎呀，真多谢呢！想袂到你鸟鼠唔来报鸟鼠仔冤，竟然会报鸟鼠仔冤呢！哎呀，真多谢呢！我嘛足歹势，静看你无啦。免客气啦，多谢你相信我。以后散步的时阵吼，唔通我拿着陷阱哦。哎，冇问题啦。哎呀，